微牛證券有限公司，即 Weibo 交易平台擁有者 Weibo Corporation 之子公司，今日舉行戰略及 Figure AI 發佈會，隆重宣布推出全新人工智能產品 Figure AI。活動吸引逾160名傳媒代表、財經界 KOL 合作機構、客戶及業務夥伴出席，現場設有戰略分享、產品演示、客戶分享及跨領域專家研討會，共同探討 AI 為投資市場帶來的轉變與機遇。Figure AI 的登場，象徵着 Weibo HK 從專業交易平台進一步拓展至 AI 驅動的智能投資領域，並以全球市場佈局、專業投研能力及金融科技基建為基礎，為零售投資者帶來更智能、直觀及個人化的投資體驗。Weibo HK 行政總裁黃海森先生表示 ，AI 正在改變投資者獲取資訊、理解市場及建立策略的方式，但真正的價值並不在於功能的數量，而在於能否有效連接專業投研、全球市場機會及交易體驗。Figure AI 的推出標誌着 Weibo HK 從專業交易進一步邁向智能投資。我們希望讓更多零售投資者以更直觀、高效及個人化的方式使用專業工具。有別於市面上主要提供一般問答、資訊摘要或單一分析功能的同類產品， Figure AI 將市場分析、企業研究、個人化策略及一件投資連接至同一流程，讓用戶將可由發掘機會、理解分析邏輯到確認配置及執行交易均可在平台內完成。Figure AI 旨在提供市場洞察及決策支援，而非代替用戶作出投資決定，最終判斷及交易指示均由用戶掌握。展望未來， Weibo HK 將繼續結合專業能力、全球市場佈局及 AI 能力為發展核心，持續完善專業、智能及以用戶自主為本的投資體驗。